了。弟弟，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弟弟，弟弟要到长安宫中去了。弟弟，我也要到长安宫中去。弟弟，你晚休，你不能去啊！弟弟，你看，你别。弟弟，你把你拖进林家不了，你要听林家伯伯的话。林家伯伯，弟弟不要哭，弟弟没有哭。弟弟今天穿新衣裳，应该高兴。弟弟，我高兴。弟弟，我看看，哎，好看。是的啊，我不洗，等弟弟从长安工作回来再洗吧。弟弟才到，我把刀子让腿伤过，跌下来把头跌破了。哎，弟弟，我哭了一场。弟弟，啊，弟弟，下次再不要去袜子了啊。一塘水湖潮，里生泪呀，丝丝难醉心微，千变万变多风雨。此人一到，顿挫上路。此人一到，顿挫上路。
你是真好宠啊！爷爷，爷爷玉璧，此次祭礼，子子玉归，愿送玉爷。虽王何情，且听这爷爷是总统报崔龙金，可谓正确的。天下人都能自此去不好了，我那可怜的兄弟逃亡之意，也不知从此在国王便去。
想念弟弟了。小杨妹妹，你这抬头见呀，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抬头的呀，赶往都要轻亏上过的。王家倒有母子之情，可是我们是啊，我在这里天天就抬头见呀，可是家里死去的母亲，小杨妹妹谁叫她见你怎么私自放船抬往此天？好大的胆子，我还不放！你把抬头的也当饭，你不要命了吗你？公公，高公公也是奴婢当饭的，不怪这杨妹妹的事。又是你，你，公公也是奴婢当饭的，不怪这弟弟的事。是我当饭的，今来往中我队部私自放船抬往此天，还当饭抬后有我。你丁太王也是奴婢当饭的，不过这弟弟的事。是我当饭的，当饭要完，只管抬抬的忘记，岂能是此处心？此后当以精神为上，索取同情，休得担负。谢大王洪恩，谢大王洪恩。二姑，你为何抬身这个满篇古话？奴婢不乖，奴婢自卑。你看的是什么书啊？奴婢看的是《诗经》。你能看得明白？奴婢出自一二。那你看的是哪一篇？一篇。莫非你也有兄弟姐妹的哀伤？慢慢讲啊。金阳身上瓦到茅塞里，留下了落在故里人凄凉。我的亲国
两里看，十里岂能不悲伤？比起天，我在有地早已当多年。妍妍，这就是你极喜欢的词语吧？奴婢得了爷爷一事，就想见到你的弟弟了。兄妹之情，贵人必恭。堂上天下人都能支持，那就好了。今日来不听我先不争，在公堂回家并非多争。为我经得起不问，迎着相对扫风雨，经得里也去大王，给太后的娘接好了。在我同志母为何讲是？这个小子
我自来，不见什么出事情，为何关？他受人害冤，不与我义运人人真胸襟，我在此命相实地问。奴婢穿越王夫人，你说什么？太皇上定在太后，太后有事奉太子为王夫人。啊！王夫人，郎官大人，小女高攀奉救太岁之事，就拜托。赵公不必客气，下过理当要老母。对，赵公，方才让你少经女婿等家一层之事，就算上庭了。算数，大家都该为私臣立宪，杂夫们也就无话可说了。同追共济，同进同退嘛！好一个同进同退！请。请赵公内部不愿送。王大顺利身亡尽，子王女儿皆告亲。姓王登基遭死病，vị子可给去世真。好人，老爷，你速去通知各地丈夫，将原来的三生利器统统改为私臣利器，是原家在继承，不原家在分离，一律归还。小的马上就去。慢啊！方才得知长安境中有公差来到九镇，恐有什么同情，你先去退庭一把，还是小人就去。国民白马，大爷在这里听见没有？啊！
回家，你就当个狗吧！啊！你想造反，等他验证中位来，最后你顺丧。别马！他也将心来投影，为马努力，比女马脸，马鞭唐松。
贱奴，我要剥掉你的眼睛！滚下去！女儿，莫怪爹爹生气，今日说过多少次了，男女有分，子母有平。好了好了，不谈这些了。前些日子接你爹爹那门亲事，哎呀，女婿年纪虽然大些，可他是本中的父母官呐，不但女儿终身有靠，就连为父我。弟弟听将女儿送于金水所请，女儿情愿去觐见慈祥，陪父母亲。无理，都怪这个贱奴不好！老爷，小人有谣言相报，何事？早安公主退夫人，派人兄弟到郡城，文书上你写明了，你居住进御厕身，夫人为的非别人，谁为马家奴去光平？是他，是你查清楚了，孤孙是他。哎呀，老爷，千真万确。他昨夜登天曾忘情，必将恩怨诉父身，报信公然地下去死恨。女儿嫁给他，让他们先成亲，这是名头夫人心里之事。这样一来，他是往亲老父母就是过去。对，有这座天塔靠山，提高沙府里光水两者，这也奈何我不得。老爷高见，有请小姐，是有请小姐。女儿，弟弟想过了，眼前只有你一个女儿，怎能委屈你？放在弟弟那门亲事，你既不愿也就怕了。为父另外替你挑选了一位，便是府中的崔光平。女儿终身他是马虎不得，先上君要以成品为上，不能只讲门里。女婿虽然言为家奴，做了为父女婿，还能委屈他吗？no， 为父今日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家章，大字给写推光平，连本大理这千金，莫言老夫离你不全做家章送我回。女儿今天便是王法节日，好人快速去准备小姐与姑爷成亲。
王家金丝美呀，太医妹妹，太后万岁与穷人共议，新帝的王儿必定是品德必配，也若对方是贵人，我们不用当听，好好侍奉就是。住在宫门之内，快快是要朝见王二娘娘。哎呀，王二在哪里？娘娘在哪里呀？王二在此，娘娘在此。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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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即将来退，自从平生。自从
穷得去后面，情不见大计后果，阴阳也把你乱走起风年，情不见吕后转圈风情风，吕太雨落等去见，情不见爱情世俗一片片，当今的缘有阴间，几多少生灵独裁逆天后，特是后宫不掉剑，几多少因无君王天下，皆困断送在于他边。这王后必是寡人在一起，家别思言情，各乱思良家，先天是为他换才计居无言，再别无他人，那么上计暂且卷当了吧。卷当也好，卷当也好啊。上卿有句话不知当讲，爱卿有话请讲。万岁。子云心归哪一个无有心在，无有悲，真人快把后宫女在天牢啊，真人快知情国仇永分开，人地自有讨所怪，这喜欢自理喜剧在宫外，公德无啊，一人
原是人莫两体，家贫无钱你的病，原是人莫两体，落在地里生怕开，原是人莫两体，地在皇宫地流浪，原是人莫两体，12年的空头。爱情走向怎么过得自己哟？爱情像花灯，无功无德，等到这好色亲自自为，自己那个堂皇的一样功，都觉得对不起祖先，对不起财民。今日爱情将结婚共用，方完共育，寡人一定下奏发放。忙报应子子嘿。亲生便可稍作了些负责了，我弟弟他一定会高兴的。是啊，万岁已经宣发，将天下典妇减免一半，听说以后还要进屋免去你。太好了，我们在宫中能做弟弟要多，能生弟弟要生，生也成骄傲也是好的。万岁，虽领导
这里是河南电视台梨园频道。莫为财商公寓上子啊！10ปี万岁，宫外校尉送了一个青年男子，这是娘娘保的，请候推广平选是。哎呀，朝天保佑来人果真是我的弟弟，那就好了。小民对皇帝恳切万岁娘娘，一生别忘住。司马路神本光兵，你进宫申请可以标记自问，无语可以中原查明之文书，小民无语可以父老乡亲为你做证人，小民也无语。你金正正应并生，那你凭什么进宫申请啊？万岁，小民实在不知。爱情不必难过，对寡人再仔细地问来。窦光兵，你家哪里？慢慢讲来。万岁，家住在清河中，关金园，今年几岁了？年方38，无足矣。后子与弟弟分开，弟弟他12年上个宫，同治并进，同杀敌。你可记得与你弟弟分开时的情景？记得，曾记得那个乡里关金园，弟弟带我亲弟弟，都这样分开的，我也必结绝别意，要跟弟弟到宫里。弟当日是怎样吩咐你的？你叫我从此要听阿不话，莫要把日莫下心。我有你，弟弟他将当小年来自比，讨来米饼充饥，阿不端他米汤水，令人见我大头娘
我讨弹钢风你应叫了不魂的到来没讨家你养为马多努力不懂苦水难安土命脏脏紧紧得定2年内我无所求一想念
老爷，小人过确实不起呀。原来是我造福家奴，老爷我特地把你送进过去，为的什么？是。哎呀，老爷，倘若国舅出了事，老爷你也没有好处啊。倘若国舅不出事，老爷我平安无事；倘若国舅出了事嘛，老爷我一发不死。老爷，这是为我。对，太王位是万岁宠幸之臣，与国舅情从是战，总让国舅把天插上一个桶，也不为治谁的。到时候他不是国舅的财，难道还能治老爷我的财吗？老爷公，老爷公，老爷小到门口多忙东西，以为国舅慢啊，拿去。多谢老爷。先王国帅厉害，到此张贴从农业上眼睛高丽不动，事情贾大夫又率领御林军收复不法上古。太光明他当国舅，我是王亲，我是杂子，他有灾权。让那些御林军来收复吧。女儿哪里？女儿哪里？女儿，弟弟来了，快请走。弟弟，何事相传？女儿，你让那些刁民诈污的事情发出了，今朝一派人要来捕我。女儿，快去过去相救为伍。弟弟，你对你养做的事也看。哎呀，女儿，事情说这些话有何用？弟弟出事，你这个国舅夫人有何颜面？就连国舅也难免牵连。什么？连国舅也要牵连？岂止连累国舅，就是太娘娘她。我要连累娘娘。哎呀，女儿，你想想，国舅是我的女婿，娘娘是国舅的姐姐，我们是一串连子上的贞子啊！弟弟，这怎么办呢？女儿，世界中心情王情，人对风尘爱自隐，他女你乃眼关节，国舅老爷救夫人，你找国舅他就得王位骄傲闹生生，杀死一刀传下来，弟弟我一再心忘情。女儿弟弟，这是干嘛？这有什么使不得的？女儿，你总算不念18年为父养育之恩，也要替国舅着想啊！女儿，毕竟你亏下了国舅为父。弟弟，
了一望，好弟弟万出金冠庆光迎，你为我精心爱把过去福，你为我亲自领路玉头压惊，从今儿到无有苍生自意，夫君曾无用巧为面大夫君是自好名字，这去何了？夫君，妾身好不容易盼到有今天的这事，才是弟弟他退下。又出了什么事？夫君，你样子吧，今早一派人传弟弟到哦。夫君，你怎么看着夫妻文章，就我弟弟才是啊？这是他是做是谁？怎么？你不肯管？管命不能管的，你一定不管？我不能管。光凭夫君，不管你去远程的不能，不给忙去军中，不去斗地，空你自身不尽望，谈句相思的你，倘若是今早有种求弟弟，你我眼睛不能，莫怕是看子引出中堂去，家村万样要讨你人。国舅爷，可怜的女儿，可怜的姑爷哦！姑爷不必为难，老夫已决心自首去了。老夫一时本不作谢，这是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姑爷，更对不起头娘娘哦。此话从我说起，实话对你说了吧，今早已要来捕我，并非是为难老夫一人，我为哪个？真公王后头娘娘。弟弟，姑爷，你好糊涂呐！头娘娘才为王后众人敬，老太尉安慰教女俏才吉。我弟弟怎么没有仔细？他们王族娘娘欧正后宫，姑爷女儿别做参谋。能够真要爱我弟弟吗？他们杂作痛，为爸爸病谁娘娘，为不管走奔要把王后妃。父亲，你看呀，那不是一开始啊！夫人放心，他们不管。哎呀，姑爷，你18年吃尽了人间苦辛，好容易盼得国舅的审问，转眼间将要化成水地月影，你还蒙在鼓里不清醒。我那可怜的头娘娘哦，你也人经历了人间凄凉，好容易熬到真居名扬，转眼间盼得妃儿早死一场，
本身人公中若是哀伤。不要这样！哎，姑爷，你想想，倘若不为特娘娘，咋得如此兴师动众，踏通关国吗？我倒会供，找谁去？姑爷，此刻万万去不得。这是为何？姑爷请看，这是高丽本部的财政大权，上面写着杂志推广品。倘若此个前去寻找娘娘，此事如何稀释得清？倘若大权陪他们走去，岂不要成为加害娘娘的一个把柄？老爷，禀报国舅老爷，府门外来了一队御林军，守在门外，不许人进出，口口声声要说服大人了。姑爷，你想想，御林军本是老太尉统摄的，当着单位逃通一人，何用御林军？为何随查国舅府？为何不许成京城？回想历朝以来，皇亲国戚都是身居高位，满朝文武不管正业，宽上一块。如今老太尉一伙正想妃子娘娘，竟没有一个人滚出来阻止哦！谁是无责？不加妄谣，我与我堂堂国舅爷台。只怕他们不把你这个国舅爷放在眼里哟、这倒是虽无若无英明门，有才是后宫生会有殷勤。推广兵能人委屈救得救，为我最不难答应。姑爷息怒。姑爷，今天等不到老太尉一伙砸到我，无有把柄，也容不了特娘娘一顿好毛。只要娘娘不讲，天的地血郁郁何妨？姑爷，举不过过量，他多了要出事的。姑爷当心，今日公理，当心上身呐！禀报国舅老爷，御林军都尉已经走了。你要管什么？小人不管讲，讲好。他的御用军是小人者，这是国舅府最不得的。还有这，对光明死不了提前国舅了，还是为马惩罚。参见国舅爷，一日无证，在下御林军都尉来此作证，说那惩犯之罪，要犯曹通。说那曹通，怎么说到我这头上来了？据报曹通偏在府上，曹通终身在府，天大官司与我国舅爷出事，你们管他不得。国舅爷，莫非有误当之意？便是误当，那么怎样？误当要犯有周亲之罪呀，便是包庇，那我怎么样？此话当真？18年身亡无证故，今天说话要算数。我们有辜负财生，那就由不得你定要随他才管。
李公子，这是什么素材？国舅父，好啊！你尽管藐视我担当国舅父，万这是国舅父，就是那王府后宫也要随他，就是不能随，非谁不可！来呀，随！红之师傅，为之贼，三。立给啥年？作为爱情之意呢？啥的？哦，啥的？王法寻情，一生恨过去。
起，经不起头情。700万岁，家大夫发晓。臣君将万岁帝身，妾身后不发晓。臣借万岁英明，因而朝臣回复，汉色忠心于王，为人岂能不晓？明星自先生他也曾理，有闻得未央公王起进来，领兵出进将寡人孤身为敌高君威，朝堂中公正所讲，路无家规。今日里不争早刚，再不去到他这纵情不发真平配，临侧不应发归落，全归王英领报黑，长征侧望烟腾怒，风雨飘摇我赵王的长衣的容易，多少一元几人陪，唐家子江山从此真顺后一届大王的
你就正统难不去，怎许换这才此去？就正统心平同而用我言语为王我三分痛悔，七分归。地白发是几手爱，我不给这度情爱少归所，别人叫他十八归，我不给这年地里心动，明儿不念，怀里有年味，我千不给。还不给，我不给，当王是君哎，为求事情等点。万岁啊，民女中九兄万千，无奈为天下妇女亏，就万岁杨宗顾及穷人两人妻。把我这几声
这头各就吊销。进基本，你大海经王第2年4月丙辰，年末之交，海藤乡撒奉子率文武百官，今夕花数酒，祭奠各具头光明领殿，飞虎头功壮平，庆贺关景，年少要望同岁应魂，八官祭奠早夜失身，雷酒夜杀相互深草，无负哀哉，不必上下。不负退过去，哀哉退过去，进外公。生命不得少得子，哎呀，层层金碧江映彩，鸟惊鸟。不能死，我要等谁谁来救我。太光兵万不可之情，待我再百计一番。我父退过去，爱妃退过去。今日里满道哭丧，国人节，众人是犯罪杀死难更切。王回答你私情团，此文所取休之言，劝你莫把王回等。不，我定要见过必对面。王回决难此地来，我不定，必须不把天地见。王儿驾到，谁救我来了？来，他去领导回到分明。慢，假身不仗着王儿之言，再百计一番。哼！
可愿你落地开我一天呀，再为你如此
强。原真为芝麻香做鸡，做文记得亲为你的想，弟弟呀，你的弟还中。
啊！